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康湖居分行嘅 Constant， 今日同大家介紹一個位於喺銀線灣有海景嘅別墅筍盤，大家一齊入嚟睇下。一入到嚟就係全層嘅客飯廳同廚房，入邊仲有埋工人套間添。呢度就係全層嘅睡房區。之後我哋嚟到呢個咁靚海景嘅天台，同大家做個總結啦。其實呢個單位咧係離最近嘅大型商場同埋呢個地鐵站只有5分鐘嘅車程。如果出市區都係15分鐘至20分鐘就得㗎啦。佢仲有一個重點喎，其實呢度附近已經有個超級市場，係步行已經可以去到，同埋仲有一個可以行到去嘅銀線灣沙灘添。如果大家有興趣嘅，不妨WhatsApp 我約個時間過嚟睇啊！